结婚，骗娘，对媳妇问，就封春，向你自然搞事，不然让我下家人海陆强。本两篇内容台灣漢語翻譯嚟同韓陸上語應核心。阿爸，今年3月9號，這兩位老兒來告血，先看到就當到嘅哀傷，閒得，記得你窗頭講，你成日嘅世界無下苦啦，當做就冇才繼續安尼，老阿婆兩個半樣人，就是我嘅阿婆老阿太。你9歲就讓人仲要做創業運盤時，硬講係重要，實際上嘛該寫你愛做，盡見非常嘅艱苦，所以來就為出目節，慢慢地下台咧，再來活下後，慢來嘅老人昨天寫，不過係那天，8月14天，國波，行春來得好。韓國做小工，做冷工，有錢好賺，做乜計全做得，咪要乜計禮拜日，就都將冇事好做，咪是聽人講，乜計個老師，做世界，就安樣談談嘅跌到愛山姊妹肉體，等到愛出事，小可第2線開始，你已經喺工廠上班。當日準時時間左右，下班轉到屋下來，轉來屋下唔係了，係隻器材人種菜，冇時練菜，我記得要夾片嘅菜人，結擺做到貪污漲轉屋。當妹還有老台天意，買不啷提嚟3天來講，記得仲下係有師傅，也係5伏天，其中一處為藍天。成日叫我落皮，常為人到氣候呢，個屋都冇在石土非常強，我個只20天，我下又冇要好來天，仲愛等當下兩地腳粗量過來，當地等日到當日嘅下班下口10天，是嚟錢就好做，還要按不後上崗幹呀，讓就休息順天水，俺來兒要按收，冇像你下午的按多按崗。還有人口話聽，初時50天，是了件做很難，常我見到等。上中學嘅時節，你總係很愛外人進讀書，唔好像阿爸冇讀書，就會做了到苦力嘅事。辦公室嘅到人，坐喺辦公室卡比亮亮，前兩邊下多，該下買漢寫好搞，你空根本就係東片落西片出，我要談落去。其實到中學生年世，並要愛透過中長啲時，我透得到公立學校好讀，大下長多少為想，啲阿爸阿妹辛苦，賺錢是啲冇簡單，同時按到錢。愛娘確實真好，我要5間年冇讀過中，或者當時要前做研究合作班，就結天數也好，冇想到就安樣半工半讀，直至同到研究所畢業。第其中還有結婚同時人，覺得有你嘅支持，你總係講後生人就上進心當好。你總要認真去讀書，成日你唔是少，我老讓你回到世界成日，讀到好些，個不其然，成日全就同阿公講，要乖乖讀書，我哋順利來新學業。40年上那到60行位，就考慮到4年呢，慢慢改新個中學學，為佢堅持為下天。都可能嘅將機會做得起大陸發展，遲嚟4年對從大學嘅計算就冇問題咧。雖然初期你冇乜嘅衝擊，經過產生交通後，你還係記心內，希望你哋體諒，那辛苦嘅付出，對大陸是同時的年讓，但係順嘅成本阿公搞到當好多上癮，但是我大陸嘅將來。阿你老愛講，
你哋見住禮拜人攏嘛解要視頻，很難怪怪嘅唔講話，而同你是雖然就唔是，他就後來解相當，我就夾夾同你是本先生看，一看就第二嘅禮拜，你禮拜人以來，先生檢查到正常狀態，今日吐查到係要我出門體上相解，我開始寫咗我咧。雖然後你還係唔敢認寫咗我，經過嘅年解是咗個控制，個妹還係冇辦法改善，要加禮拜第人，就開始寫咗我咧。同時先從27年嘅，都經寫有5年半高價咧，因為一整年還有了不同的問題，辛苦你誒。你下你好好聽主持小行。所以呢，平同像我誒，兩下是更加熱節，我下次生意唔是少，你點解講我唔啲小氣？生意愛人講，愛人拿獎為獎金，我咪記得你的高興，想唔信你為提的，那為了阿呢，阿王等起我下屆熱節，你放心你天當，睇你付足了個人兩兩小行，唔是專門人啲受苦咧。作為天當來相會，希望睇自家嘅小看，本兩片係講客嘅生字，經好製作，感謝大家各單位已經核心資源，客備會已經資料庫，佢兩人溝通大學，人工智慧已經兩個中心，佢哋聯合大學，他家學嘅文從嚟台灣行業發展嘅通，希望你小看。仲熱情分享，可以再講客話，大家從下來。